原來花語萬里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到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信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該，像某種流氓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以後再冇人來煩住你。若覺得將這責任交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甘心最後收了的建議，只想是你。